即賣又閣傳出不當管教的事件，這回是高雄鳳山一間國小資源班的囡仔，風聲一個姓黃的老師呢，是對學生起骹動手，互人大腿烏青，而且這款行為其實自2天前就已經開始，也毋過學校呢，煞干那對這個老師記懲戒爾。市長陳其邁是表示講，教育局已經退回學校的報告，要求重新調查。相片內底查甫囡仔正腳大腿頂懸骨了大烏青，是去年10月底去互資源班一個姓黃的老師起腳動手造成的。當事家長講，伊的囡仔讀高雄鳳山這間國小資源班6年啊，雖然老師事後承認情緒失控，對囡仔動手冇會失禮，不過囡仔煞閣講出，老師自2年前就開始對伊大細聲，不時起腳動手。還有拍頭啊、打背啊、拿那個板子丟嘛。他沒有證據啊，他不敢講啊。他是個特教生，也就是說，他某方面應該我們大家要給予他有更多的愛跟包容，盡能力的來協助這位學生。怎麼會是這種處理的方式呢？家長反映學校調查了後，說干那個老師記懲戒，事後來代課的老師唔但無得教的資格認證，佮家囡仔講，明明是家己弄的，哪會賴予老師？因為第一擺調查報告和教育局提轉來，這回第2擺送佮同款記懲戒爾。家長不滿向議員陳情，對此當事校長表示，一切攏有按照程序來處理，冇密切關心學生的狀況。針對代課老師無得教認證資格，校長講這是不得已的做法。有資格的老師他不願意接，那不願意接的狀況之下，我們如果強迫他接，那孩子在他的教室裡面，我相信也不容易得到好的學習。希望教育局能夠有第三方的一個調查委員來介入，那讓整件事情能夠盡快。那如果是不適任教師，就請他離開這個校園。教育局已經退回第2屆報告，愛學校重新調查。針對初一在記者會頂懸，家長閣逼出有其他囡仔嘛受害。學校表示，因在調查過程中，委員攏有去問過囡仔，目前並無發現有類似的情形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